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，早起本地是要邀请到环保署长来报告，但是国民党甲民进党为着疫苗采购调阅小组相关的议题，搁来起冤家。这个国民党来霸占到主席台，原定的会议根本就无法度进行。 如果非常的光明正大、清清白白，就说出来了。闹热立委大战平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直接占主席台，手提麦克，用声量来阻挡民进党立委发言。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决定请环保署长张子敬来报告业务。闹热说因为疫苗采购调阅小组，搁一摆拉起来。按照议事规则，当然是按照议事规则，要按照已经表决通过的东西，你可以提复议啊。 主因就是18号国民党提案成立疫苗采购调阅小组，表决讲18秒就通过。和民进党认为内容有问题，尤其国民党搁做这张心水擦来的海报，骂民进党4个立委迄天无出现表决，拢互立委真不满。 就在其他的委员会嘛，那我们的其他委员通知我们过来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表决完了，就18秒的时间。看到了议事处所准备的这个议事录，果然他们就是已经删除了之前所做的决议，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占据主席台，不能够允许民进党破坏整个立法院的游戏规则。昨日闹热已经搬过一道，加急动员拼场，这摆搁霸占主席台，阻挡会议进行。虽讲是伫讲希望疫苗采购的过程会当公开透明，说互其他重要的议事对咧耽误。